咱的感情也要较深入，咱的感情也要较大个，但是拢是感情，就是要花这时间。好来，那阿伯，
好听啦吼，好听，感受会较早。不好意思啦，我时间控制无咧时间消费的已经，吼，而且我来谈一下吼，讲起来我若是讲要加讲我，我时间就是这样子啊，后壁到时咱整个是我来比挑一下吼，最后用中央主义来念，咱的新家一生，关键呢，如来如常。幸福平安，然后，先让爱给我们。
以便传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。